台湾呐。 大家好，我是郑良光，我鼓励大家来讲台湾话，教咱囡仔台湾话，互咱的这个台语文化会当继续活落去，好，多谢。第一次记忆的是台湾米，我喊嘛个你我的喊个做埋我个字，讲完阿里阿杂的 A B C D E。